真侪员工自公司退休了后，就要规划退休的生活。真少人阁会甲公司人员有联系。台南市中油退休员工协进会成立，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鼓励退休员工爱常常联络。虽然协进会打成立无偌久，就时常举办旅游观摩的活动。这次更加慈利时尚美学管理协会合作，举办手工纱纹制作课程，要来延续会员之间的感情。我们这些退休的同仁，他退休完之后呢，其实就没有再做联系哈。虽然我们过去都有一些集会活动的这些联系，大家感情之间非常的好。那正好我们的工会的这个陈正郎理事，就看到说，这些退休的老人家都没有这些老朋友，所以他就跟我们的台南营业处的这个处长建议说，是不是来把它成立一个这个退休的协会，员工能够有一个联系活动的一个地方。你为什么会跟慈利时尚协会合作？中油退休员工协进会总干事陈正郎表示：“我念台南大学 EMBA， 那这个慈利时尚美学管理协会的那个理事长，刚好是我的学妹，那有这个机会结合，又刚好是我们那个公司最近推一个新的业务，就是卖咖啡。那我就说这个一个很优雅的动作，一个很美丽的一个事业。”那我就把他们说，促成他们这个合作，让我们退休人员他们在平常的生活上有一些增进他们之间的一些互动的联谊哈。那最主要是我们在应景的季节下，我们还有做一些圣诞树的一些公益的一些圣诞树。那所以说我们在精油皂做的里面，我们做很多像玫瑰花造型，还有我们一些咖啡豆的一个圣诞树哈，来做一个主要的我们今天的主题。手工精油纱纹制作课程，也让真侪会员以及灌输，让制作家相当趣味以及欢喜，表达对着活动规划的肯定。很有新鲜感，第一次尝试。第一次尝试。对对对对。觉得像不像在切菜？像，对对。觉得蛮有趣的啊。对，因为这是一种学习啦，不同的体验。你以前有做过这个香皂吗？没有。没有。那觉得协会办这个活动感觉怎么样？超好的。我们感觉到整个大家很荣幸有这个机会来参与这个活动，所以是圆满成功了。那是第一次做这种手工皂。第一次。活甲老学甲老，还是新的事物，让生活袂无聊。台南市中油退休员工协进会办理活动，鼓励会员参加，不只是联络感情尔，也希望大家有一个健康的退休生活。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